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干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真。今仔日5月20，风风雨雨真两冬。总统公告新政策是真济项，那么希望对抗呢成唔通，朝野有通良性政策竞争，这敢无望？今仔日咱斗阵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民主进步党基隆市市议员张志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二位中国国民党新北市市议员林金杰。平日好，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人廖林丽玲。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鸭草总编辑施汉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咱来看，今仔日5月20。是赖清德政府执政满2冬，那么总统早起的时阵谈话，伊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组织外力来改变台湾现状，是台湾国家战略目标。赖总统嘛，针对着军购案，会搁再提出的国防特别条例来对加预算，嘛宣布0岁至18岁。政府1个月要来补助5000块。那么媒体关心讲，美国总统川普公告，想要甲治理台湾、还台湾的人来对话。赖总统表示，若有机会，有责任爱讲出台湾社会的心声。台湾自1996年总统民选以来已经30年，咱用民主制度伫写咱的历史。总统赖清德也已经执政满2冬。5月20，伫总统府发表谈话，伊表示世界拄长为宽扩中，各有产业供应链定做等等。国内嘛因为朝野对未来共识无共，国会运作无顺序。面对种种考验，赖总统提出3大坚持，要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阻挡外力改变现状，嘛要继续拼经济，打造韧性台湾。推估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超过7%，总值高达32兆元，已经是世界重要的经济体。这个好成绩是全民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我们勇敢自信的拥抱世界，拒绝依赖单一市场的结果。赖总统嘛表示，面对囡仔生少的问题，也会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提供0至18岁的成长津贴，一人1个月通领5000块，减轻生活负担。未来我们这个成长津贴也会有其中一部分设计成儿童未来账户，他18岁的时候就有政府给予的经费。另外，针对国防议题，各界所关注的国防特别预算，敢若通过7800亿。赖总统表示，会透过特别预算，也是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弥补无够的部分，面对中国军事扩张的威胁。针对立法院未能完整通过国防特别预算条例，势必严重影响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政府将亡羊补牢，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来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若传习会后，美国总统川普所提出的对台军事议题，赖总统表示，只有实力会带来和平，国防力量的提升是维护台湾安全、台海和平的必要手段。伊希望这项军购会当继续進行，嘛期待會當甲民主國家共同合作，促進台海安全甲區域的和平穩定。記者盧尚祖、鄭俊佑台北報道。其實今仔日這個總統講了真濟吼，也有講過去的這個朝野的對抗，希望會當行向政策的競爭，所以就先淡出這個話題。但是呢，大部分大家也是斟酌講，你這2冬吼，尤其在傳釋會了後，你到底對咱台灣安怎？你安怎想？對着台獨無台獨吼，你是安怎看待？其實。即南北也真正咧攻擊即個部分啦，吼！我先請即個張議員你來講看覓，今仔日總統在即個部分，你感覺伊說明了如何？麼有必要擱再召開到即個，甚至是召開到即個國際記者會？你認為呢？我認為其實吼，賴總統今仔日520的這個演說，其實有直接回應到川普總統
伊所讲的，这个台湾台独的问题。安怎讲？赖总统从开始就讲，伊讲1996年台湾总统直选，甲今年是30档啊。这30年以来，咱台湾安怎发展？咱台湾人民安怎一摆搁一摆来选择民主、选择自由、选择台湾的这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赖总统所讲的，就是讲，这30年以来，咱所追求的，就是保持咱这个民主自由的现状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咱的立场。而且赖总统讲，这1996年迄个时阵，台湾唔惊到外口这个武力的威胁，选择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主权独立的这个状况，互台湾有成为一个典型的国家。典型的国家，我认为这最要紧的一个话，最要紧的一个字啦，就是总统已经有去定义啊，定义讲，咱即马就是为1996年以来，咱都是用民主的方式来确定咱台湾的主权，咱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都是伫咧遮啊，所以咱即马上要紧的，就是保持这个民主主义的方式，这就是咱所讲的独立的状态啦。独立的状态啦，毋是讲搁要另外搁去追求什么改变现状的状况。所以美国的政策就是伊反对两方任何一方去片面改变现状。啊，所以赖总统今仔日所讲的，就是阮所做的，都是伫咧保持这个现状。30档以来拢是共款的，还是安尼。所以我认为。回应这个国际性的对台湾的最近的一寡讨论，赖总统讲得真清楚、真明确。咱议员，你认为川普听有无？川普听有啊听无，这都要看咱国际朋友，而且甲咱台湾国内的声音，是毋是会当互美国方面会当收到一个较袂自我矛盾的立场啦，所以若是讲咱大家拢会当同意，会当同意讲咱台湾即摆的状况确实有影是安尼的时阵，我认为美国就袂去收到一寡无共款的声音，这叫做 mixed message。啊，你认为民进党本身敢有危机的所在？譬如讲，咱这个自民主权，这个物件。较真济，咱也必须要承认，来党内甚至党外有一群人是真茫心心念念，我哋连中华民国这个旗啊，这车轮牌我都换去。赖总统心内有这挂碍，讲啊，我这过去去用讲过是这台独金孙，你认为？我认为咱民进党执政的时，咱对国家的立场是真清楚的。就是为咱台湾监督国旗文内底，咱所讲的，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伊即卖的国号号做中华民国。啊，若是未来有任何的改变，迄都要经过全民的决定，才会让去决定。这就是咱对国家的立场。但是咱对国家立场以外，伫咧台湾未来要安怎行，阮当然会当有阮的想法啦。每一个人会当有每一个家己的。较偏好的偏爱的方向，所以阮心内是想到，希望讲台湾会当愈行愈。我突然间想到议员，那无人讲摕一个民进党的党旗互看，讲，阮这个十字路口啦，我就倒位拢无要去，我就是踮咧十字路口啦。安尼规矩安尼甲讲较实了。系啊，我是讲俏谈啦。十字路口，迄毋是。永远都要徛在十字路口，伫十字路口是。无啊，伊毋是讲你咱维持现状。大家都要同齐思考啊。就阮就十字路口啊。是。啊，安尼就好啊。就安尼甲讲，我记啊，就是安尼啊。我是毋知啦，我毋知听金克议员你安怎看？我是安尼看啦吼，早起10点到10点47个总统的讲话吼，我是期待啦吼。莫讲甲规本机做甲一汤匙啦。哈。吼。我也莫讲甲惊死人，做甲笑死人啊！吼，总统我甲伊批评，你既然讲出来，
吼，咱就好好甲台湾做好。你今日讲的话，吼会互检验嘛？因为过去你伫做行政院长的时阵，你伫接受立法委员的质询的时阵，讲我就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这嘛是你讲的。我你讲咱台湾无需要独立，我你当初讲甲即当初无共款。我是感觉讲无必要去强调迄啦。我所以讲，你讲我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毋敢讲两岸会较紧张。过去民进党做行政院长，你也毋是头一个啊。人为什么别人拢无爱讲？你就爱你来讲，对无？这就是啥？此地无银三百两。你即马讲这两岸较紧张嘛？因为你过去的所做受到咱全世界伫检验，毋是干阿强伫检验吗？看到美国总统嘛讲你这个是迄个麻烦的制作者嘛。我这就是美国总统即次去到大陆的时候，为什么无爱讲到咱台湾的问题？我所以讲，我是即马是认为安尼讲啦，讲你讲咱台湾目前的经济真好，你讲无爱靠单一的市场。今仔日咱这个台湾的经济，敢你讲赖清德你来做总统，敢有台积电吗？是你来做总统，敢有鸿海吗？若是讲你来做总统，敢有即卖联发科吗？拢毋是嘛。咱台湾人的认真努力拍拼，这是自较早倒来就是安尼嘛。我所以讲，咱台湾有今仔日经济是靠大家。你今仔日讲的台湾的未来，爱有咱2300万人来决定，这嘛毋是你头一个讲的啊。后边也嘛讲啊，后边也讲台湾要独立，台湾要统治2300个人啦，2300万人来公投啊。我嘛讲 OK 啊。对无？那假办公投，讲台湾的未来大家来公投，看是要统一，还是要独立，我嘛无意见。只要你若假办，大家来投看卖，我袂当投出来讲这无准算，这参考就好啊。我是感觉讲，咱是中华民国，目前咱台湾是伫中华民国的口号嘛。咱即摆国家叫做中华民国，咱也是台湾。咱过去中华民国是伫倒呀，南京成立嘛。议员，你敢有观察讲即2天？赖总统有任何的行动是行向独立的代志。我即马是安尼伫看啦这2天甲今日拄足重2天，依华的感觉我同有印象的。我民意代表我上有印象伊讲啥物话？爱拍掉杂志。这我就是从会记哩。阮啥物叫杂志？立法院拍掉杂志。杂志嘛我同会记哩。过来第2项讲，民主毋是讲多数表决赢就赢毋是安尼毋是安尼。这是我印象上深的。我无甲讲你即马做啥，对无？福利是安尼啦。你讲今日您无啦，议员，我问的是讲行动上，互你感觉讲伊咧舞台独 ，go independent 安尼，有无？嘛，应当是安尼讲啦。目前因为咱他先咧讲即版啦，其他的内情咱小安才讲。你敢有观察到讲伊做啥物行动是甲台湾独立有关有牵连的，有无？目前即马伊是也无讲要改变讲国旗、国号、甲国歌嘛，拢无嘛。咱你若讲要行台独，第一就是爱咱变更咱的是啊，就有可能啦。无可能啦。你立法院你多数啊？你即马你讲要变更咱的国旗的，咱即马这边国旗要甲变，也是咱的国号，也是咱的国家个国歌啦要来甲改变，拢无可能嘛。我讲你目前伊嘛毋敢啦。伊若讲有假使，我就讲啊，足简单的。你若要爱台湾国，台湾国就是安怎？咱即马中华民国废掉就变台湾国啊嘛。台湾国就是咱用即个国旗、国歌，甲国号拢甲改掉，安尼就变台湾国啊嘛。这到目前为止无啦，无啦，到目前为止无。不过伊有讲过，这大家会惊吓，毋敢就是大家会惊，就是讲，连美国就讲你这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安尼尔嘛。无啦，川普即摆也无讲伊，我相信伊应该无啥会支持赖总统啦。来，咱来问丽玲你感觉赖总统对全社会了后，一直到今仔日5月20，伊所做的解说，美国人敢听有，川普敢听有？是，今仔日赖总统早起的记者会为10点开始到10点47分我全程拢有甲听我感觉伊强调足侪遍，就是讲要维持现状。
伊讲了做这边，啊，这嘛当然嘛是美国嘛是川普伊希望的，吼，啊，伊讲安尼，伊讲今仔日再去，伊讲了三个坚持嘛，吼，头一个就是讲要守护民主的台湾的这个生活方式，啊，第二个就讲要维持现状，头前讲后壁记者问的是，伊搁强调，搁甲讲一遍，吼，所以第三点就是讲咱台湾的经济要有韧性，这是伊早起讲的3点坚持啦，吼，这是头一个，啊，另外就是我感觉伊这几工，吼，因为伊就职2年啊嘛，吼，伊这几工对这为这个台独的这个讲法，吼，我想伊嘛是讲哦，全世界听，伊讲的一直强调就是讲，这台独就是台湾无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再过来就是讲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互相来收收受嘛，吼，互不隶属这样子，吼，啊，所以我看今仔日这个规个这个论述，吼，算讲是相当的清楚啦，吼，因为伊就讲伊。这个赖政府要来拍拼的，就是要维持现状。啊，咱头仔讲就讲，川普伊敢有听到？吼，我个人认为讲吼，伊这边吼去中国，其实这2天吼，虽然讲这个川协会是顶礼拜代志吼，不过这2天足侪新闻一直出来，包括讲美国伫中国的这个大使吼，这个 David 吼，伊这个庞大卫先生吼，伊就讲，吼，因为大家即马看到新闻出来吼，每一个人拢提伊。介意听的嘛，所以就感觉讲新闻足混乱。伊就出来讲，伊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伊讲伊在场。嘿，对，伊讲伊在场，伊讲川普总统有真清楚甲这个习近平主席讲吼，讲阮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吼无改变。吼，有台湾关系法，吼，有这个拢是这几年来、这几十年来坚持的，拢一直是安尼。啊，咱嘛知影讲美国的国务院，吼，啊，还有这个国务卿哦，这个 Rubio， 吼，那拢直直强调讲，其实这边的川协会。就像川普伊家己讲的啦吼，我感觉嘛足趣味的，就是讲川普伊接受迄个福斯新闻访问的时阵吼，我感觉足侪媒体吼，只有看到头前，只有即个 quote 头前迄句话，就是讲伊讲伊毋是原文讲 I'm not looking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嘛，大家拢甲翻译讲我都无希望看到台湾独立嘛。毋过其实人伊后壁，同款是接受福斯新闻的访问，人伊后壁都有讲 nothing is changed， 啥物拢无改变吼。即个足少媒体甲提出来讲，毋过是同一场的即个福斯的访问内底，所以其实。本质上，我补充一下，就是讲，这个川协会本身就是一个作秀嘛，吼，所以咱唔通去有这个作秀，安尼看甲吼真混乱。重点就是讲，美国甲中国有根本上的这个分歧点，包括因的意识形态、经济形态，吼，包括因的互相的这个竞争，这是无办法避免的，吼，所以伫这个大的这个状况，这个之下咧，咱看到。这赖总统今仔日就是一直强调，甲至少讲3遍，讲维持现状，所以我相信川普总统是有听入去这点是。但是我搁补充一下，就是讲我感觉伊前几天迄场吼，讲台独伫解说台独的时阵吼，又特别讲到中华民国宪法，我感觉真趣味嘛，真重要。吼，伊讲这个第2点，伊讲这个中华民国第2条就是这个台湾是这个主权是全体国民的。全体国民的定义就是，你有中华民国的国籍，你就是这个属于咱的国民嘛，吼，咱的主权是属于咱这个全体国民的。我感觉咧，伊提到这个宪法是最重要，是因为咱今仔朝野者差足侪代志，有一个真核心、真根本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就是咱的宪法伤过过时啊，伤过旧啊，因为。赖总统讲到第2条、第3条，我就去到看第4条。第4条就是讲咧，中华民国的领土，吼是国有的领土，意思就是讲咧，国到对换去安尼，是已经足无合时宜的代志。这个代志，我会记得，这么多年来，足侪老师教宪法的老师拢讲，我都唔知影变哪教宪法，因为这宪法拢已经过时啊。所以规个来讲，我感觉一个很核心，咱台湾的问题，无这个朝野共识的，就是咱宪法已经过时啊。就一个大环境来讲，我感觉赖总统今仔就是强调讲，我维持和平，维持台海的现状，这就是讲互川普听的。我感觉讲川普这边甲习近平会面，伊家己讲 ，nothing is changed， 好，对台湾的政策无改变。今仔日赖总统佫加强讲，阮政府要拍拼的就是台海的现状，阮会甲努力要甲维持。所以我想讲，这样咧看落来，咱唔通去川协会作秀，哈。好，把这个核心的问题，
甲模糊掉啊。我感觉这边就是 nothing is change， 是一个 show。也有台湾真老资格的这个评论者哈，古尔德伊就真悲观，伊讲啊，这大失败哦，而且这内面讲到这个军售，这违反着六个保证，这唔通，这以后建摆就变做 framing， 变做一个建摆恁美国甲中国咧谈判的时候，恁就会提出来讲，这个违反六个保证，但是其实。我佫看到的是，川普本身也好啊，其他身躯边的人啊，讲啊无，这到底是因为川普讲话伤过凊彩，嘛毋是讲凊彩 ，too casual， 所以伤科技、伤刻意，还是安怎？韩准总编你安怎看呢？好，我想就是讲，你讲就是迄个要甲美国买武器的代志嘛。基本上这点我真的是比起若是讲到独立态度的问题，我感觉是较毋免烦了。因为基本上原底拢是美国希望台湾会当加向因买武器嘛，而且川普就是足明显的这种政治人物嘛，伊希望世界各国拢会当增加家己国防的开支，毋免互美国开遐济钱，还是讲军队去保护其他的国家。所以以这点来讲，我认为伊是共款的支持，就是要卖武器给台湾。台湾的武器应该是讲人愿意买，咱敢有电的，咱的立法院敢有通过高压的预算去买安尼。对，所以虽然伊即届有讲到，但系讲到违反就是累计迄个时阵的6项保证，就是讲美国若要卖武器给台湾，卖甲中国参详。其实不管就是像老师开拄仔讲的，伊受的访问，伊拢无讲伊甲习近平参详即个代志，伊加讲就是讲这对咱来讲是一个足好的马根的物件，咱会当用这甲中国negotiation。伊加讲甲遮尔，伊并无讲即届我要卖武器给台湾，我有甲迄个习近平还是中国讨论，这开始违反就是6项保证的其中一项嘛，是。这个军售你讲，因为伊是商人的性格。所以，伊本来就是要卖，伊袂讲啊，我甲你减者，伊安尼做无着生理。所以，伊的出发点是毋是主要是为着什么第一岛链也好啦，亚太和平，伊毋是咧想甲这做第一顺序。伊第一顺序是我做生意，我趁钱。所以，基于这个理由，伊一定会卖咱。你认为是安尼？毋那安尼，毋那干那川普伊个人，就是希望讲，就是美国的物件拢会当卖向世界，当趁钱。伊背后代表的共和党的立场嘛，是拢希望讲，就是讲，伊的盟友的军备的力量会当加强。这是迄个美国，甚至即摆已经是两党的共识嘛，就是讲伊的盟友，毋那台湾，包含日本、韩国，其实拢有即种，甚至到菲律宾，拢是有即种情形嘛。这甚至是到奥巴马时代开始，美国就是咧增加伊些友邦国家的军事的力量。对啊，佮讲甲川普伊个加像开多主持人讲的，伊希望就是当卖愈济武器，趁愈济钱愈好的即点。所以我感觉不管对倒一个这个战术来讲，美国会继续就是挺台湾，卖武器给台湾，这看起来是袂回头的啦。伊袂讲就是讲中国你甲我买啥物物件，还是安怎，我就无要卖武器给台湾啦。目前看起来，即届迄个不管是新闻还是，所以你基本上甲雷凌的观察同款 ，nothing is changed。会当安尼讲啊，当然我必须爱讲，就是因为伊即届直接有讲到独立即个代志，这是过去较无的，就是过去的总统，不管是拜登还是更较正经的奥巴马，甚至到即个布希，拢因为中国一直希望讲美国的总统出来讲因反对台独，基本上拢无安尼讲过。伊即届是就是无遐直接讲 up independent of 台湾，毋过伊直接讲 not looking for， 对啊，所以即届这当然是对台湾较伤害，因为基本上大部分的台湾人拢认为咱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的即个国家即个问题，所以讲是毋是美国无支持即个物件？毋过事实上毋是嘛，包括卡多啊林议员嘛有讲着，伊卡多啊主持人问伊讲啊，赖总统这几当敢有寻求即个台湾独立？伊其实嘛讲无嘛，因为咱一般认知的，阮有做一个迄个网架啦，若是安尼翕袂到的话，就是讲。一般包括林议员，还是咱一般台湾人想的态度，拢是就是讲制宪、建国等等。毋过就是，但对中国来讲，你甚至主张就是中华民国的存在，甚至认为你是一个台湾人，伊可能拢认为是台独。所以讲，Trump 讲的这个独立 independent 是倒一个意思。
其实这是开始爱讨论的部分嘛。毋过看起来，就像较多啊林议员讲的，伊讲的迄个independent基本上就是较我咱一般所想的，就是制限建国，毋是中国迄个理解迄个独立。我你认为，因为你长期也咧观察独派即个的心情吼，因的动态，你感觉这对独派来讲，是毋是一个心理上诶 bad feelings 甚至是一种打击？嘿，当然，因为当然是一个打击啦。我作为一个就种支持台湾独立，就像差不多林委员做的。我认为台湾是要有新的宪法，建立新的国家，这是拢应该搁爱继续做的代志啦。对，甚至为蔡英文时期到即摆嘛是做一个独派咧批评，就是即个蔡总统还是罗总统无咧做台湾独立嘛。对，毋过这现实有种种的问题啦。至少因为这是咱来，比如讲咱独立的工作者，咱支持台湾独立的人，爱努力去讲的部分嘛。因为主流的民意是无，就是支持咱做到这个程度。因为一开始需要付出代价，迄个代价开始有影可能必须爱甲中国开战。甚至袂得到美国的支持，这是咱爱去说服大家。我举一个，因为咱看的问题是，譬如讲这几天 WHA 嘛，咱无法度参加。这几天搁前一礼拜是迄个联合国冷公约的成材，迄马英九时期签的哦。迄个时阵咱要送去联合国成材，因无批，因为认为讲恁台湾毋是一个国家，对，尾仔较变做用全世界敢若安尼，因组一个团来台湾成材。台湾人去纽约去的时阵，袂当入去联合国的总部。这个问题是咱认为咱必须爱透过建立一个国家来解决的。毋过可能嘛毋免，民进党执政这两党，譬如讲伊正前咱台湾的行政院长，甚至袂当去日本，即个咱有法度啊，甚至原底咱总统袂当去非洲的国家参访，咱嘛透过新的方式达成，就是咱之所以要主张台湾应该建立一个国家，是因为咱看到侪问题，譬如讲咱国家代表队的名是用 Chinese 台北，是咱袂当用台湾。咱真侪独派的想法是讲，这可能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制定一部新的宪法，较有法度解决。毋过无的确无需要行到安尼，咱就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看不管是民进党还是啥物人执政有法度解决这个问题。独派希望的代志，无一定要透过台独来达成嘛。台独是一种手段，毋是目的啦。台独是一种手段，毋是目的。来，丽玲，简单补充一下，就是讲，头先讲到这川普吼，主持人嘛问到讲，无毋对，咱拢知影讲川普伊是生理人出身的嘛吼，所以咧，伊的头一任甲即马这2.0吼，第二任吼，整体来讲，我感觉咱应该看讲吼。不只是讲爱听伊讲啥物吼，因为伊是一个生理人，伊讲的即个话吼，伊的 wording 吼，较一般咱去分析政治人物吼，即外交即用语无共款，所以我感觉呢，当然伊讲啥物咱爱听啦，咱爱甲听。不过更较重要的是，咱爱看伊做啥物，爱做了啥物咧？伊第一任的时阵，伊卖哦，咱台湾的武器是每一任美国总统以来上济金额上济，伊第二任一起来了后，去年有一个单比最高的。所以简单补充一下，就是讲，咱当初讨论讲，川普到底有听到赖总统的讲的话无？川普到底甲习近平讲了啥物？不管是安怎，咱爱看伊吼，除了听伊讲啥物，搁爱看伊实际上做啥物。我感觉这点最重要，补充一下。听其言观其行啦，吼。是。但是呢，搁一个，今仔日5-2-0吼，赖总统讲了一个。这真趣味的话题啦！这议员讲吼，伊随着赖互因某讲，一个月加5000块咧，有反应无反应的咧？议员，你这政策对你有效无？我即摆已经有一个囡仔，所以对我来讲是直接有效的啦吼。了后看是当时要开始，明年要开始吼，就一个月就加5000块，加5000块，阮的压力就减少5000块的压力啦，确实有影啦。但是当然愈做愈好啦。阮有算过，所以差不多你讲为0岁到18岁，若是讲18岁迄天开始，你就无好啊，差不多100几万，差不多100几万左右啦吼，108万左右。所以你讲这个钱是毋是有帮助？当然有帮助。我认为，若准对即摆已经有囡仔的人，吼，伊咧想，伊咧思考讲，到底要生第2个，还是生第3个的时阵，这笔钱确实有影会影响到你的决定。因为你厝内面已经有囡仔，所以你的规个生活已经是有一个囡仔的迄种的生活的状况。但是你若准讲对
即摆抑个无咧生囡仔，无生囡仔，本地无想要生囡仔的人来诱因讲，有够无？可能5000块，可能若是会当搁较济，都搁较好啦。嘿，啊当然，所以我看到这个总统这个演说了后，我就随甲某讲，我讲你看，即摆总统有这个表示呢，啊伊就拢无甲我应，就甲我问讲，这暗顿要食啥？无去搞这个。啊，咱讲一个无输赢，你认为差不多爱几块银，较有这个诱因？我认为啦吼，可能有一个基本的工资的迄个程度差不多啦。譬如讲2万外。你譬如讲啦，你若是厝内面有一个囡仔，你若无囡仔，就爱请人来带；若无，就是你家己带。无论安怎。即马即个政府嘛有各方面拢有一寡补助啦，嘿，啊，但是补助和补助，毕竟你的生活是受到真大的影响，啊，所以你一寡无方便啊，一寡啥啦，对真侪人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改变，嘿，啊，所以讲，尤其是即马吼，你个翁仔某拢爱做工课，才有法度去车用一个囡仔、2个囡仔的这个状况来讲，我认为那是会搁较济、搁较好，啊，所以。今日总统所表示讲，即马开始。啊，搁较讲吼，这对小资化更有帮助。我就讲啊，你若是即马已经有囡仔的人，我认为都有帮助啊。对有囡仔的人来讲，有可能就愿意去考虑第2个、第3个。啊，但是若准是本地就无咧考虑这个要生囡仔的人来讲，我认为可能你搁较加强的。当然，这是阮用药的啦。若是咱为全世界来看。少子化，全世界当着的迄只国家是遐尼济，啊，大家即摆可能拢有小可毋知影头壳摸咧烧，毋知影到底安怎才有法度，互遮少年人愿意生囡仔。啊，但是我想啦，咱社会若是讲有较侪包容啦吼，咱的社会文化更较开放，有可能有帮助啦。啊，有较开放，啊，咱的薪水嘛有加一寡。一定是有帮助的啦。那林议员，你认为咧，一个月5000块，咱国民党本队是0到15岁，啊，每个月5000块，即马加3档。嘛，即马应当上，我定定伫议会提出真济咱即马囡仔补助，因为我过去甲郭台铭吼，我拢伫土城，我伫土城，我就提出讲吼，较早郭台铭要选总统就出生了后，甲6岁拢政府来饲嘛。这个0岁到6岁国家养嘛，这个概念，咱即马今后咱即马政府，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咱即马拢重视啦，吼。就讲，咱即马甲2000块50年吼，台湾存无2000万人哦，这是一个国家真严重的一个国安的问题。再来2000块70年，凡世存无1500万人啊。我即马囡仔少，要安怎鼓励讲大家赶紧生？像我迄个年代。咱第2件世界大战拍煞了后，有一个战后婴儿潮。阮老爸老母生8个呢，我有8个兄弟姊妹啊。甲即阵我带一个某，我叫阮某加生一个，就毋啊。我这样社会伫演变，咱即马咱的政府要用什么较好的这个政策较好哩，要来刺激刺激咱即马这个生育率，就是讲咱即马厝真贵，真侪少年人买袂起，即马生活教育经费嘛真悬。我要甲大家讲。你若要家囡仔送出国，像阮一个伫美国，一个伫澳洲，迄真正是惊死人呢。迄要饲这囡仔，毋是遐简单呢。我所以讲，咱政府爱想一个办法，讲要安怎互咱这个少年囡仔加生。啊，你认为这5000块一个月安尼敢有效？哦，当然啦我万无万少啦。万无万少嘛。这个我过去讲的啊。即马阮新北市只样生第一个4万，第2个4.5万，第3个5万嘛。迄一次性的啊，对啊，不，中央阁补助10万嘛，安尼就10几万啊嘛。佮每个月佮有读迄个托婴啊，佮有差不多16000、18000，佮有甲因补助，互少年囡仔会当去上班，佮伊送去即个迄个托婴中心，佮会当摕到补助。这就是啥？咱政府在咱这个财源会当应准的之下，佮咱尽量补助讲，咱即嘛少年囡仔。互因会当加生一个补助偌济，每个月来甲伊补贴，你一个月5000块，真正是无够啦。咱平常心讲啦，我的囡仔较早叫人带，保镖你甲咱带，一个月爱2、3万块呢。迄真正是，迄当初呐，我提起阮一个好朋友安尼叫伊甲顾，
哦，一个大概2-3万块啊。即摆补助无遐济啊啦，我讲即摆有补助了，开销无遐济啊啦。嘛，是啦，我迄是20年前、20多年前嘛。我迄阵阵我生3个啊，我较你真勇敢的，我真勇敢嘛。啊！我真勇敢嘛！我咱就生就爱共负责嘛。所以讲我来努力拍拼趁钱嘛。所以我是讲，我伫议会我嘛一直甲咱的不管校语友也好啊，还是朱立伦也好，我讲吼，咱爱面对现实。即摆吼，咱才有一个老师伫哩。我迄阵我嘛讲生囡仔会疼，你知影？爱吼有一啊，爱拍一针，吼，咱拍一针才爱8000块。好，我们要生产哈，有打一针，那个比较不会痛。好，我迄一针都要8000块，嘛政府无法度出啊，因为咱的财政无好啊。我你若讲吼，即卖来会当，咱尽量吼，我看要安怎甲补助。我是认为啦，一个月1万较拄啊好啦，莫讲5000尔。若讲对，事实是安尼啊。我无人要说，我你即卖就讲福利啦，就讲老人的福利也好啦。咱即卖爱行福利啊，台湾的建设吼，目前建设甲差不多啦。你若讲即摆爱开始行福利的国家、福利国家啦。我你讲啊，他们无你少年囡仔哦，骗人兄，你若讲叫你搁生，你敢搁生？来，唔通，叫阮某听到。来，丽玲吼，因为你德国吼，你也真熟，德国人安怎处理这个代志？因做的方式敢有效？是。我感觉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啦，吼、是。啊，其实今仔日就讲即几工政府吼，才会即个为0岁到18岁才会补助，才会支持吼。其实有真济，即0岁到18岁，其实即个都是有真济的即个想法吼，拢是照德国的经验啦吼。啊，不过我觉德国有一点吼，当然咱即2天听政府才即个新的即个人口的即个政策吼，伊嘛有讲着讲吼，是各方面的即个不只是讲要鼓励少年囡仔鼓励少年的即个翁仔某吼来生囡仔吼，伊都有遮个薪水啦、主体啦、什么拢嘿，是，这就是规个配套。啊，我感觉德国有一个吼，就是讲因若是讲因真鼓励讲吼，因为这生囡仔是即个爱有爸爸爱有妈妈2个人的代志嘛，毋是讲只有讲即个查某人就爱负担这压力，所以咧因有鼓励讲吼，也是讲今仔日吼，爸爸。伊嘛愿意来请即个吼照顾囡仔的即个请假，嘿对。啊，爸爸因会鼓励讲男性吼查甫人，也是讲愿意请吼政府吼，互即对吼即个因的即个补助会当甲延长。我感觉这安尼真好，因为就是讲，咱可能咱台湾的感觉讲啊，咱有一寡价值观，咱感觉讲啊，咱查甫人就是爱出来食头路啊，吼，佮请啥物吼照顾囡仔的假伫厝的吼，可能较无办法。即个接受啦吼，啊，毋过即个德国政府甲德国社会真支持讲，奶爸在厝诶吼，带囡仔，啊，伊嘛当请即个请假在厝诶照顾囡仔，吼，啊，这就是讲，也是愿意安尼，啊，2个爸爸甲妈妈拢请即个照顾囡仔诶即个假，安尼咧，我政府会当有你诶补助，我会当甲延长，就是讲甲鼓励安尼，这头一个吼，啊，第二个就是讲，伊嘛有鼓励吼，政府嘛有鼓励讲，因为即马嘛有足侪人是即个。兼职的，毋是讲全职的，兼职的，也是讲兼职的。你做什么头路的时阵呢？伊买当呢来政府买当互伊一寡补助。啊，当然这金额有较少一寡，嘿，较少一寡。嘿，啊，我感觉就是讲真重要，就是一个文化价值观嘛是一个问题啦，吼。啊，当初主持人问就讲，安尼效果安怎？其实我甲查一下吼，咱台湾啦，我先讲咱台湾是10年，每一年拢即个出世年拢直跟那溜滑梯。啊，德国是。这4年拢直落，啊！你就讲，你都即个福利国家吼，福利才好安尼讲，安尼直落吼。啊，有一寡论文、一寡报告吼，就讲吼，这个大环境做有关系。因为即马就是讲，少年人感觉讲足无安全感，足无确定感，嘿，对，世界生活才麻烦是啊，战争啊，搁即个物价吼，啊，因即马德国的这失业率吼嘛已经到即个6%吼，啊，大家嘛感觉讲足无安全感。啊，毋过咧，我感觉德国政府有一点做了袂歹，就是讲呢，伊即个咱大家讨论的即个配套，我感觉伊伫教育这方面做了袂歹，因为呢，大主议员有讲，你若讲今仔送囡仔去美国啦，是去英国，哇，迄一年的学费可能要100多万、200万，但是伫德国教育基本上是免费的，所以是足少即个学杂费，有当时大票3000块就会使一学期啊。那安尼大家佫无爱生哦。就是咱头仔讲的嘛，就是足无安全感的吼。啊，至少有
努力这个规个配套措施伫做，这一个。我讲这教育的部分，无这个读册的人，也是讲家长什么负担，因为基本上这个学费是足价，已经算 nothing 安尼啦吼。这是一点，因为咱台湾的父母对教育拢足重视的嘛吼。啊，你若要呢算的这个教育的这个钱，大家就会惊着唔敢生吼。啊，毋过咧，咱嘛是当然。因付的税金嘛是足悬的啦，吼，这一点。这有影。对，啊，另外就是讲呢，欧洲人跟咱台湾人的想法较无共款，咱台湾人来欠钱啦，互囡仔读册啦，啊，无来买厝。啊，我对足侪欧洲人来讲，对德国人来讲，其实因足侪人无买厝，因一世人都是租厝安尼，嘿。啊，所以伊的这个规个这个理财、伊的规划、伊的想法无共款，吼，啊，伊长期租厝，吼，啊，所以可能这个。虽然嘛是有啲租金嘛有起，毋过较会当控制安尼，所以规个即个安尼，搁爱饲囡仔，搁爱即个租厝吼，啊教育毋免钱，规个一个配套措施，其实今仔日早起总统嘛是有讲着，讲嘛是会注意到即个主体的问题、薪水的问题，因为这种规个一环靠一环的啦，对，所以真可惜吼。欧洲即个生活率嘛是无悬起来啦，毋过至少因有想到一寡配套措施，这嘛是讲咱即几工算落。大家通好参考呢，嘿，对。因为我看讲，我伫议员我今年做12年的议员，我每年拢强调啥？营养讲产食免钱啦。今年新北市9月初才要开始，我嘛一直伫讲，囡仔食营养午餐爱钱，迄个笑死人。即马我要去追求啥？注册免钱，过来吼，囡仔去上课佫有零用钱。安怎讲？人阮这个假去国外吼，去问来，阮这个假去问来，人因迄吼，食营养午餐免钱，注册免钱吼，佫去上课佫有所谓通领。人因乌石油。对，你乌石油无毋对啦。我所以讲，阮若这生过生6个啦。哦，我若这嫁出来嘛，佫生了5、6个啊，人嘛是啊，真正佫一直拍拼，迄政府国家福利好啊，讲生下我政府甲咱饲啊。我嘛讲吼，咱来比较迄个国家文来迄个34万的人口，你看嘛，人我若做人，阮爸爸迄代生8代嘛，无惊人是这都要先乌着石油才讲，你来安怎啊？你生几个？我今摆买我生2个啊，生2个哦，但是一个月互你5000块，敢有通啊？佫加油一下。暂时是无考虑。对，当然，毋过若是讲，就是我安尼问，毋是要探究你的文书，我是讲，咱咧就即个问题来互观众思考，讲想要生囝即个动机，是因为每个月经济吗？还是心理上呢？还是什么原因？好，就是第一，就像卡多啊，志豪议员有分享的，就是讲，其实分这钱主要是讲，就是即摆已经有囡仔的家庭父母减轻负担，对，就是各项目地想感受到政府有咧甲咱照顾。啊，这开始有影有差，就是一个月，其实即摆原底6岁进程就一个月有5000啊啦，所以这算一个延长啦。啊，包括即波嘛有讲原底药家囝，我家己嘛有请过，请半档的药家囝，因为敢若半档有薪水的补助啦，我有请半档，对啊，就是即摆嘛真侪爸爸开始拢有请这药家囝，啊，讲即摆嘛要延长到6岁，这拢是正确的，当互即摆有囡仔的家庭，感觉政府是有咧甲咱斗相挺的，不管是经济上、制度上。还是法律上，开多议员嘛有讲的，包含去读册的补助，不管是注册费，还是讲迄个营养午餐的钱，对，这拢会当好，就是即摆有迄个囡仔的父母感觉到，就是减轻负担啦。就像开多议员讲的，5000就是减轻5000的负担。毋过讲这对规个社会是毋是都有人会因为安尼感觉较愿意生？对，连讲咱家己已经有囡仔的，拢无一定讲啊，无咱来生第2个、第3个。不过这真的是较有可能哦，就是讲已经有囡仔，因为我感觉生囡仔主要是对父母你的生活、工作、人生的产生足大的影响啦。你要讲破坏嘛是，当然你有囡仔有一寡无共的体验，譬如讲我旧年请半档的药行，我感觉可能是我人生当中上有意义的一段时间，就是这种较有法度去迄落。所以就像较多啊，即个老师分享德国的状况嘛，这种制度可能讲上。对了，讲天崩，就是譬如讲德国还是法国的制度，这拢是咱爱行的方向。不过讲，若规个社会整体就是面对讲，即个囡仔节的问题，我感觉
觉是迄规个观念的问题啦。就是讲你必须爱互，就是后一代少年人感觉认为讲生囡仔是一件足有意义的代志，这件代志对你的人生、对你的国家、对你的社会是足有意义的。我感觉是安尼，因为即摆的人较戆想，无像过去，譬如讲以往讲，迄个时阵当然可能无想你遐济，就认为人就是爱生囡仔愈济愈好，就8个、10个拢有咧生。毋过即摆咱即个少年人袂安尼嘛，你必须爱互伊迄落。我举一个例，就是讲，阮就是台语强校有一个迄个爸爸，伊是迄个以色列人，对。啊，伊以色列到即摆拢是生真侪囡仔，拢是生4、5个，就是到咱即个。啊，对，大家拢感觉奇怪，因为伊就是所谓的迄个已经已开发的国家，伊这是较少数的嘛。啊，大家拢咧讲是安怎？结果有一摆阮看到一个绘本，互囡仔看，因内底就是因迄囡仔就是2、3岁就开始甲因讲，生囡仔是足重要的代志，对即个国家、对即个社会、对以色列是足有意义、非常重要的代志，必须要有迄种观念的改变啦。当然无一定讲伊讲的完全的正确啊，毋过我感觉若是讲小资化的问题，变做是迄个观念比经济，当然经济这嘛是拢是足重要的条件，毋过。就是迄种观念的转变，我认为影响可能更较大啦。因为像做这几个开发的国家，因的经济制度保障，譬如讲韩国，其实若要讲分钱啦，韩国比咱分足侪对啊。所以讲就是无爱说，无爱说。对啊，共款伊嘛是假嘛，就是讲，即个物件敢有法度互少年人认为讲生囡仔对伊的人生来讲是足有意义的代志。我感觉这可能开始较大的重点。那有新的报道一万，你看啊怎么看？有新啊？有新的报道啊，有新的不管有分用啊，无分用。当然啦，有新啊，怀孕啊。我拄才毋爱讲吼，我拄才台语我袂晓讲叫无痛分娩针嘛，无痛无痛分娩针就讲要阵痛要生的时哀叫无，你拍一针要8千都袂疼嘛。我迄当中我提起讲吼，那有新吼，有新的爱报道啊，就一个月就补助1万块。爱食补品啊，吼，迄落啊点啦，有诶无？即摆还有囡仔有营养啊，有新啊开始补助啊。迄政府就安尼做啦，大家较拍拼生啦。这我当然相信讲各种各门各色的代志，拢甲掺落去哦。啊，这一定有帮助。但我摕到一个数字哦，讲哦，小资化政策若要发挥到真显著的这个作用的时阵，你的财政的支出必须要占 GDP 的5%至7%，占5%至7%呢？迄徛一个教部的这个每年度的这 fiscal year 的这个财政支出啊，咱讲有咱真侪国家投入拢超0.5%、1%尔，啊，这拢寥寥小小啦。啊，有人讲啊，不如寥寥小小。我是真赞同头仔韩俊所讲的，对观念就开始。囡仔咧读的册，咱就甲灌输讲啊，这个有哥哥姐姐，有弟弟妹妹，吼啊是真好，啊有孙有囝安尼，意愿你安那想？我相信有这个观念当然是真好啦，啊，但是我想小资化这个代志已经是一个现实，咱即马会当减轻伊的迄个冲击，但是咱无法度改变伊的趋势啊，伊规个全世界这规个拢是安尼，所以讲我认为今仔日罗总统阁讲到1%，伊讲伊要投入1000多亿的钱来去帮助中小企业，来去转型，来去做一寡自动化，来去做一寡网络化，对，因为了后咱小资化会互咱感觉烦恼。因为小资化意思就是讲了后，会较少人来去做事，会较少人来去纳税，会较少人来去算是讲 support 到这规个合理的体制，是安尼，所以咱在对小资化感觉真惊吓嘛。所以若准了后以后，咱社会较有影无需要遐尼侪人咧做工课，真侪是用机器、用无人机、用无人的这机器人来去做。来去做这咱需要即摆因做的工课的时阵，小资化都毋免遐惊吓，咱就毋免讲将生囡仔当作是吼，咱社会了后都爱需要囡仔才有法度徛起，才有安怎生囡仔就当作是像头拄仔所讲的安尼，是一个你快乐，是一个快乐的代志，是一个快乐代志，是一个你生活中的一个有意义的代志。而且我讲社会较开放的意思是讲，咱社会嘛毋免讲。
你就一定要结婚，就要生囡仔啦。这种的观念，拢囡仔的观念可能爱，但是咱是大人的观念可能嘛要改变。你唔免讲一定就要结婚才会生囡仔，你就要安怎才会当安怎？你有可能我像国外，你讲德国也好，英国、美国也好，真侪人是讲我交男朋友，我交女朋友，阮就生一个囡仔，但是阮无结婚。吼啊，但囡仔的教育，阮大家同齐来负担。吼啊，那像安尼这种的囡仔，伫台湾的社会，即摆来讲，抑阁是可能抑阁真侪人无得接受。啊，但是你像这种的较开放的，你讲的这个一言条件，国家的这政策哦，无非分享主乳，嘿。啊，必须爱参与着国家的补助，这个另外一对言对对，你若是有囡仔，当然，即马国家就是希望大家生，你无论安怎，你有生，你就有5000块啊。真头笑啊啦！今仔日总统所讲的嘛，无讲你一定要结婚，才有法度摕到这个钱嘛。所以我认为讲，咱若社会，咱大家对这个观念，若是更较开放，互各种的会当，只要有愿意生囡仔，国家拢乐观来甲你对待的时阵，我相信。对真侪人来讲，这个压力袂遐大哦，可能迄个压力无遐大，先顶到我会当快乐生囡仔，我会当为着找找人生的意义生囡仔，愿意即听一寡像汉俊所分享的种，嘿，我生囡仔有这个囡仔的陪伴，我家己的陪伴，我规个人生会改变真大，对我的价值哦，更较好的一个帮助的时阵，愿意听，愿意分享，有可能社会会。更较无共款。我安尼听起来吼，林议员，这无得讲是哪里头一个共识哦。我即摆是咧讲啦吼，我住伫宜兰南无，我伫庄脚所在，我定咧开玩笑，生无囡仔来找我，吼，来找我。我的厝，阮老厝即嘛无人住啊，就叫恁去住看卖啊。阮兜住伫铁桥路边，搁伫磅空口啊。火车困袂去。火车若要入磅空路啊，清啥？爸一声，阮老母就精神啊，无代志就搁路上拍拼生囝。吼，我这就伫开玩笑。阮到底做田人，阮老爸老母趁无食呢，真正是趁无食。为什么人迄个年代有这个勇气，他生8个？你甲我讲看卖啊！我这当阵啊，大家拢趁有食，我拢唔敢生。这问题伫出在，咱的政府啊，真针对这个问题来去探讨讲，为什么较早时代，大家吼生甲莫给我生啊？伫庄脚所在拢吼用保险套，过去吼就刺激袂使阁生啊，赶紧互恁去戴保险套，无爱阁互恁阁生啊呢。较早是安尼呢。我所以讲，迄阵阵啊，拢有我细汉的所在吼，拢有录人家互恁去买保险套，叫老爸老母莫阁继续生啊。迄阵阵有人口的关系，甲大陆吼2胎化的迄落政策共款。所以咱即摆检讨就讲，过去的年代甲即个年代。30年过去，40年过去啊！我即摆为什么拢无人要生？你即摆我拄则我嘛伫讲，我讲我伫议会是到处吼提出即个问题，即爱重视，因为我家己知影嘛。吼，我所以讲，咱即摆拢自咱一个吼少年查某囡仔大巴肚都爱开始甲照顾，毋是讲生出来甲要甲迄落咧。啊，你嘛甲讲人迄个少年仔讲，咱的国家福利好啊。应该是哪里有共识就对啊啦。无啦，这无分哪里啦。你若不管啥个执政，你无人执政嘛，无趣味啊。无人执政无趣味，无人甲你反对嘛，无趣味就对啊。但是吼，丽玲，上后尾吼，美国敢有少子化的这个危机？这全世界，这是全世界问题啊！我感觉最重要，想要趁这从尾啊几分钟补充一下，就是讲反映一寡家长的心声吼。因为刷落来这几天，不管是讲在野党啊，是执政党，就要讨论这个细节哦。这个0岁到18岁吼，安怎补助啊，一寡细节，像赖总统早去讲的，就是讲这个配套的这个措施吼。我这几天我。简单做一个调查嘛，访问一寡家长吼，因为反映一寡问题吼。头一点就是讲吼，因为这配套真正足重要。啊，即摆慢慢就伫要放即个暑假、寒假吼。啊，因为暑假有2个月哦，吼。啊，即摆学校的即个辅导吼，其实就5礼拜尔。啊，意思就是讲，有3礼拜即个抗病期吼，这是小学是安尼。啊，有就是讲。嘛是真侪人反映讲，这个咱的这个公家的这个照顾囡仔的中心，嘛是同款，伊嘛是暑假吼，伊嘛是只有嘛是同款5礼拜这个下课的辅导期吼，啊，所以伫即摆情况之下，足侪迄个父母拢头毛咧烧吼，所以这2点我感觉讲，刷落来
我感觉真总统侪。讲还佫有18项，佮条佮有18项，嘿，啊，另外就是讲，有家长讲吼，哦，即马因嘛足需要讲，因为这配套最重要，因需要真侪即叫做亲子馆，因为这个亲子馆吼，拢是一寡迄款较细汉的，啊，你讲较小可较侪岁迄款囡仔吼，无所在去吼，大只的无得去嘿，对，大只无。小学生啦，对吧？小学生、中学生。哦，因甲我讲一个即个数字吼，讲，也是讲爸爸妈妈吼，带一个囡仔去即个啊，毋是讲。即个公家种私人的即个托育中心吼，啊去啊嘛是可能1点钟可能都爱门票1点钟可能要1000块，嘿，安尼嘛是一个负担呢，嘿，所以这希望讲，汉俊啊，赶紧讲，看还佫有啥物需求紧讲，总统还未讲，18项呢。我较呼应一下迄个头拄啊张议员集合讲的，就是讲，就是咱用华语讲叫婚姻脱钩啦，就是结婚甲生囡仔分开，我感觉是一个值得推崇的方向啦。因为譬如讲伊较多，譬如讲法国有一半的囡仔生落来的时阵，因爸爸妈妈毋是结婚的关系，就是因的社会支持鼓励讲，就是讲，你查囡仔若是想讲要家己生囡仔，就是不管是甲男朋友无结婚，还是甚至透过人工的方式，家己要饲一个囡仔，拢是政府制度去鼓励支持。其实咱台湾若是认为这是后一代是一个会当行迄个方向啦，对，就是法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对。这还佫牵涉着判如法啊。这下礼拜咱就来讲啊，制作人咧讲啊，下礼拜过来东班人马都来讲判如法啦。哦，感谢。